讲师好。讲师晚。三跑班，这个叫有时间，你讲目标，我觉得中间的一点，啊，对，但是讲好多位，那讲得好，哦，咱就我们得歹，你比咱这个得了，咱就是，这是重要的。你像今仔当初讲的安尼练好，你讲，咱你世间毕竟呢是关键的。迄个心，但是伊安尼讲的呢，就是有辛苦，大家辛苦，辛苦。迄个体会就是苦。哦。相信大家讲，以前过年讲，一定讲，听到的，我来讲下，听到的医生的这个，最后这个，啊，伊讲体会真侪，慢慢想下到非常的好。咱这个得了，这是咱消息大家好运动，非常好。但是咱就是讲无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，这个环境，不是讲咱对着无信心，讲要环境大的。啊，就是讲咱这个在大条，对讲咱来用心法，放作简单啊，啊，就是讲拄着这个心。但是按照这样做，所以呢，主持多智慧，唯有身临其境才有印象。你若无身临其境，讲这个多偌好，听人咧讲，咱有遐亲身后遐尝试遐体证，讲道讲道偌好是大家体会。咱本身的记得，因为讲道好，咱来看卖。二对对，无人饮水，对的，今天今天好一下的，人来讲，咱体会来，咱讲看卖，小一点，咱看好，要是说唯有身临其境才有印象，咱没有印象，还高参路的对啦，高参路，咱看好该是讲我们是看不完了，看不完。咱这可能做事来了完，你在讲修理讲呢？咱来得了完，别人了完是等读书，咱来当才查。
伊咱用心的天国，用心的天国，有眼睛一个信心将。伊咱即摆等到找的时阵，咱大家可能咧凡事而言，咱现在未用做，即个这个淡化，所以人讲时间可以冲淡一些。所以伊了，那个形讲了完是爱得成功的这个板书，我我是怎么讲的？那也不是人也修得是呢，是讲那个在各种的他们各种的这个板的板书，是在观众的那个心带过来的心。因为咱大家修啊，这回心，修人家为我干嘛？咱当初讲的，为的是先修自由的，那先修到3000公款，800万，那有机会来得到。因为为的都是单团独修，这个双团独修，所以修的人多济，但是呢，得到人非常的少啦。咱即摆无简单，二遍。咱即摆是呢，先听后修，二是反映着咱慢慢这样的心情。因为我咧体会讲，这个表现确实有啊，咱说明这个，咱说明这个是。咱呢拜甲拜五，大家呢会按一个看法，在咱职场上呢。咱对上认真上班，探寻了的方法，来叫咱的辛苦。而且拜六礼拜，咱上班，咱出来参与来开这个店，这是会使咱所讲的福为上修，福重要，非简单。福呢就是在世个人享用，非呢就是要让你当消息发明。我好当讲吼，你即摆朋友真正我来现在安尼想，虽然咱福为上修，真正有想好，或者我来体会啦，但是你有体会无？我唔知啦，我哋一路来这个修行在讲啊，咱讲心得是咱有想好，就是这我来体会，但是咱呢，咱来体会，咱听了，咱就是来这尝试。这方案，这个方案，这个2005这个方案，对，那个是方案。这个公司我相信危险，但是啊，不要讲吼，安尼吼，伊做快乐，你做何事？做快乐啊，人家对电脑，大家都看见了，但是呢，伊有做，起码干嘛做快乐？安尼，来咧公司讲，伊安尼若有心生，但是咧公司伊无要收，讲无规训，但是咧人家当然是天堂规训，伊是做坏事，伊咧收呢会有效。所以咧，至少讲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所以信义对来讲，叫做用于自己的，但是自己的天堂，可能对人有信心。真的是对人有信心，每天求愿。所以咱是听讲，修德如初见，先问问天。咱若要互较修，会当持续的安尼修，因为咱有关动力，对人有信心。安是安尼，安尼是对人有信心，依惯来。那讲得好，我就讲得唔好，我就发现其实大家拢是，大家拢对得有信心，只是呢，凡事较无用，看袂出来，今年呢，如果大家对有信心，即个我就讲，这条大关键咱先来解解吼。
两个时间啊，现在进来了啊。让你只要天地热，只要心快乐，一路远，一万里，眼前为何远？当我的心变，和你陪我摇情路，也会为此泪痛。心里的一切不就放过，天地里就像心口中，只要你心和，胸前无伤痛。高谈万般有所无畏，好像有你好。你的一切不就断后，天地有他心口中，只要你心的，永远不放手，是万万有所无畏，我一路平通。哦，哦，